你们公司有确定要把工厂搬到上海吗？嗯，决定了，会迁厂，而且我会跟着去。来，晚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你要回乡下的借口。阿姨，还没有搞？哟，阿亮诶，哎，转来了哦。无啦，搬正了。系哦。先你转了哈。哦。阿爸，这谁哦？什么？阿妹，没事啦，没事啦，那老就好。阿妹啊，我来。好，安子谁？好，什么？哎，阿姐，哎呦，什么？看什么哟？小杰啦，安泰阿叔啊！啊，阿叔阿叔。哦，昨天老来做盘的。哦，东西很多，摊数嘛。没事，去干老就好了。来，来。你过安子谁？好，你不用萝卜就好了。好。不要。没礼貌哎！老夫。唔过万你。哎呀，弄两个人见他都是眼干哦。阿弟哥，冇礼貌呢。哎，是点心嘛？啊，太卡，是点心嘛？天卡啦，来，来，是点心，是点心吗？要不要？有事情请啊。阿叔啊。哎，生意啊。什么？不用钱。来，哎，不用。来个。做生意的还是可以哦，无人陪问，很办法嘛，很许多也嘛个都无跟存嘛。
爱做，金爱做，风跳水面，金爱做，金爱做，海向风国面翘起。难事，轮拍本内天意雨，云天绿色春落润，心爱做，心爱做。係維護世界和平嘅陳玻璃，根本人嘅任務係，根本人嘅任務係。第31年雙番調誒成功。哦，阿弟姑要會扶唔到誒，撒下來。你来同你做罗马街？哪有啊？来看到诶，唔真見無使合作诶，有，唔用的。唔知係同你做羅馬街啦？飼料？我唔是，同为人切了。要不要讲，这饲料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添加物。鱼吃的很好，人当然也是啊。不要理他，我帮你换一碗。烦呢。老冯要见，料都看清楚嘞，任务成功。大寮跟唔同好什麼啊？本人怕是有聽我。
那点位，啊，莫搞啊，咁危险呢。阿弟哥，做风票谢人呢？为什么？你冇爱食。阿妹，阿弟哥要起风啊！几位起风来啊？阿弟哥，来，阿弟哥啊，我一同嘞，一眼啊，叫你吃饭啊。阿弟哥，吃饭了啊？有，看看啊。好。相片地拄嘅阿妹，唔要老爱讲法，爱老记讲乜嘅，佢咩唔要应啊？阿爸又唔赚来吃的。亚爸个第一个作业多无限啊！点个嗨哦，送你笔试啦。俺去出好了。亚爸要给你好什么啊？好事啊。迄真认同好势啦，毋过大家向会给阿爸拄种阿爸暗无限迄。佢起码几条的啊？哦，可能影響我，要地哦，應該回學嘅啦。阿弟哥，我你教水，唔會俾嚇到，好到不用啊，嚇到你就唔會睇啊。唔用的。阿爸，毋迄种开始向下咩？
哟，你伫做物件啊？啊，无意思，침대有东西搞啊。这么无聊，我去找点有事情做嘛。你是不是女生啊？竟然不怕？青蛙有什么好怕的？只有你这种从台北来的小孩才这个吓人。你要带回家养啊？养什么养啊？你该做个？我阿婆去抽烟呢。家厝的不用做正体啊，因为按法的，老怪对家古正体做走。我要迄对牙骨身体本人做这啊，有无你想过我的感觉？圣诞节以后诶，主题啊写到了哦。他也有发通的时间，可以哈做得嘛？哦，俺还弟啊，加个辛苦哦。系啊，有报名的天发。系啊系啊，还有人报名的俺同学。哎，请问一下，你们在干什么？阿姨等一下。你们那个业务啊？啊，这个，哎，还冇下课啊，那么提的。调酒哈，不错啊。然后，嘿呀，你这张嘢就会翻来发通，再来参加冇？上啊，那有实拍，有好事好搞嘅嘛？你先答应俺，喊办木条先我就出包。阿姨，还有事情先了有。等你哦。你做对吗？ OK。好，辛苦了啊。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哎，哇！哇，吼，戴玲娜，唔知迄种个，变态哦，遐模样啊！唔当迄有片的变态，俺给你翕条的。条诶，迄条是怎么解？俺一热了，困到假八十哦。唔紧，看个迄马改模啊。条的啊。枪低啊，你才开一张课内度，遐条条的对同一个手菜比落吹饭高度。唔低啊，吹别马改模。难死到你讲。哎，你态度很差哎！我恩将仇报啊！以德报怨，这送你。再见，拜拜。征收余温。哎，老婆嘛。对。哦，什么嘞？哎呦，俺不要搞车呀！哎，上来啊！
还无卡要输倒诶。总条啊，有人今日咧发啦，无人拿就变做迄垃圾。太家无遐无？唔对呢，到香港啊，要赔也着用出付土地政府的钱。对也着啊，从年赚唔到钱的人来讲，真影响上你。唔过那钱，坦白问错，你也无去做嘛个？韩国那手翕唔落条的呢？也就迄问题啊。永师傅也是恩同来落事，懂辛苦。不过也还应该家，还有人太家落实个环境啊。唔单差呢，迄个伊的工厂啊，带父母来做的路，这条风水来成本就无法度直接落实的啊。还相信哦，还有人老人强用，坚持保护也实体啊。真嘅。乃希望也着有正常常的好调，逐年都无落牙不卡。呢度撇下國家建設6年計劃，行政院研究局工業局開始規劃北海工業園區開發案，按上提點海鐵區開發全新的工業，本科技建築農村，老土地價值當大嘅房鐵嘅實體唔同，係個非鐵嘅鹽田重新開發，來費用批房。縣政府強調，未來一地房鐵將會成為高品質嘅綜合工業園區，唔但搶咗地提供產業基地，改變土地價值。增加整體競爭力，還可做得創造上市新風貌，展現先進上市嘅法律。你敢有看見北海池，游過西海岸的海邊？你敢有看見北海池？聽講伊嘛叫做媽祖魚，守佇台灣的海邊，親像媽祖的寶貝。只北海池啊，游過西海岸的海邊，找無媽媽伊好袂你，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囡仔趕緊來，北海池啊咧找媽咪。囡仔趕緊來，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尼姑，现状伊呢？阿爸。啊？我爹等。唔係喏，唔是等，现状伊呢？妈，快看到这个好消息吧！盖了工业园区，你就可以来这里跟我在一起了。
阿爸，如意这样痛，家的不条村，某个工业园区呢。我觉得盖工业园区懂后啊，为什么有人要抗议啊？奇怪。盖了工业园区，大家就有工作，就有钱了呢。哎呀，唔该影相了呀。阿婆，盖工业园区懂后哦。好冇嘅？传单上说不但有赔偿，大家还可以去公厕上班啊。就可以公厕上班呀。还没生意哦。重点是，你这些东西盖好之后啊，你家里是不是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对啊，这么好的机会，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哇，好不错呀！你想一下哦，只要工业园区盖好之后，你家里附近是不是有电影院啊、商场啊、商店啊？这样是不是很棒呢？那你还不赶快去？对啊，赶快啊，跟他们讲啊，东西多棒啊！恢复唔到哎，你这个怎么改啊？老夫嘛，等来啦！你们看，打造一座独一无二的未来城市。未来是，不错，so good，一定要干。难道我们的余温终于就变成一座未来的城市了？是不是超酷了吧？然后变成电影瓦力那样，连草都长不出来的地球吗？连草都长不出来的地球，我不喜欢。对啊，那样的地球我也不喜欢。我倒是很支持你，因为我爸爸是在做余温的，很辛苦又赚不到钱。如果有工厂的话，就可以工作，多好啊！爸，我妈妈也跟我说过，如果有了工厂，就会有了百货公司，还有电影院呢。工业园区，好，这一定要盖。你不懂，不要乱发表意见。你才不懂啊！来，走。臭男生，烦呢，都不懂。对啊。算了，不要理他们那些男生了。等下老师就要来了，我们赶快做实验吧。来，阿爸，问哦，怎么给爱多转落啊？阿婆
婆就按落的啊，当然没有赚了。做得落阿婆接到台北啦。哎，唔好打台北，来。阿妹唔好，阿爸哦，在底下开的，底下出世，当然没有想要赚到这个阿布卡。梗係咯，捱咩離開阿布卡？韓哥，还没去完呢，老人不快樂嘅。唔聽阿個來嘅，以後哦，唔免會中意阿爸貴哦。茶好哦，先聊一下诶。阿妹，我们果园的果树背后长的呢。小姐，你说请要不要阿弟就叫他长这个样啊？哈，超级做嘛个？演电影啊！阿妹，你是这个演好啦？给妈妈冇伫在身边的吼。鼓手啊，吃到阿弟骨，听说会隐蔽妈妈冇伫身边，早晚能面贵面乖，冇想要陪你弟在心情。嘿哦，阿弟姑嘿唔比上家咩？怎会咩声音哦？佢其中嘛个暂时去公园边去啊？阿弟姑做得冇？做得啊！啊！哎！啊！正好。哎！真有！介绍。哎！来，阿弟姑。哦，哎呦！哦！哎！嘿！哎，好地方啊，阿弟姑啊，无按过哦，还一直就算唔到诶。因为喇叭哦，吼，差不多诶。咦？啊！阿弟姑，嘿，应该差不多无弟，我得帮你带转去食。按多。你们不讲省长眼，听说是来睇啦。哦，来，好，走。做得冇？做得啊。嗯。嘿。昨天是到要从吃起狗子最幸福诶。董浩森呢？来，要广告诶。老婆。哎呀！阿弟姑还不问哦，你最好是哪个呀？零食啊，洋芋片。啊，不过这些东西全就会重置包装过的呢。唔好咩？你想看下哦，迄个永远啊，人用推的地都唔会用啊。老爱推起来，爱要动感苦呢。就会啊，嗰种色类东西没可用啊，甜盐的最好。就像唔用啊，原汁原味最等一下。妹，啥其他有事情咯？好。啊，青阿姨有什么办？冇啊，哪没黑色造园？这个造园，系乜嘅啊？就迄老迄个蔬菜变到很较好嘅年。是像班长或县长之类的意思吗？无乜太强用呢。
社造园哦，有得像你话，希望两木卡永久独木边错无？错啊！社造园要让强用，想尽量保持原迄个蔬菜，莫去改变。你讲，我突然间叫我去参加沙琪发通吗？好啊好啊，麦该发通啊！是你上次说的石母美食记吗？Yes。美食记吼，迄其中一项啦。时间到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好，冇问题，听朝会通知你。来，18来。来，有甜冇？特別嘅啊。哦。阿爸，你真紧放中医啊吼？你知道好吃吗？好吃啊！这是古代的抽水马达，你从这边踩下去的时候，水就会从下面流上来，然后这边有个池子，这个池子满了之后就会流到鱼纹里面。妹妹，你这么小就懂得那么多，好赞！阿弟哥，来下。牙婆，人讲牙婆啊，伊咧向马萨来影视公园的哦。今年嘅台湾人啊，向嘅坚持唔中药嘅，唔用人工嘅饲料，向出来嘅要生态密切空间哦。空间给你，按中药咩？当然啊，上卫生有农药老化后边嘅强吹果子。垃垃圾圾，这样不会破片啊！好啊，唔生哪看？好。阿弟哥，但运动重要哦。人类身体越健康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掉了两个洞。科技也很重要啊，人类因科技的伟大。你妹因为爱张伟态，对不卡人的爱啊，对朋友的爱啊。对自然环境的爱，都市有都市的发展，不过种下有种下做唔得不应改变的东西。那我属于城市。你可以去买。哇，牙巴呢？罕得哦，牙巴嘅相片用咩滴啊？因为佢多么简单。你对牙公的这片啊接受唔同过后啊，也就开始对土地友善的用词方法。佢啊就冇用药的啊，冇本园的较极到的态，咩冇向安多园的，本园的有更加大的空间发通啊，半夜向园的，半夜本土地了一下，用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土地。佢得动动种呢，动动人就动到福记。唔该啊。我唔识啊。好点点的，本来同会识。问咯，阿爸讲去当中医啊，劲咯。哎，当然咩中意啊。想去台北旺街买东西看太阳下。
像啊，不过老啊，当时嘛也天阳看的，但係上嚟到出來啊。哪個？因為我哋阿太，也係咬不卡。不過要大伯唔係咬不卡。韓國太啊，韓國也唔係咬不卡，哪當係？佢講阿妹妹來，要求老爺尊重咬不卡。阿爸，我老豆唔定唔同。阿爸注意哦，按這個地方卡無亂走吼。現在去參加說明會啦，咁樣唔同嘅吼，我過幾講一延期嘅說明會。我咩去好冇？好啊。說明會過3分鐘先開始咧，請大家夾夾前尾坐下來。歡迎鄉親參加說明會。說明會過3分鐘先開始咧，請大家夾夾坐下來。唔咩來哦？歡迎鄉親參加說明會。說明會馬上是開始咧。我咪講，我聽說會請快坤哦。請快坤？你這個條碼嘅啊？猜你熊草熊大，慶祝給他。你就偏啊！我哋啊開始會各位鄉親來說明前提，還有各件同樣嘅嘢對吧？你好，各位鄉親，互相協力。去骗你，张迪啊！阿爸，去工業園區沒清好啊，阿妹就做得來要做事，人從資本回來啊。唔太影響了。唔錯係。阿弟姑，阿爸係從細啲阿睇嘅，
我迄个属黄的人，就算去工厂上班哦，我身体伫拄流的咩迄用出夫的血，也是我老爷妈妈的问题，唔系记伫遐做事就做得积极的。人太嘅素材会变做人嘅一部分，你讲要被变做工业用体，就马该就会变态。水带来嘅生命无办法伫遐生存，有条嘅咩唔会再个转来，水地度看唔到下降，看唔到黄嘅，风地度咩烫唔到条嘅，慢耐叽叽喳喳嘅声。有实体滋养的生命，实体是刺眼，是生命本单的用的，也就就无应该本建设去破坏它。阿爸老讲也对，你谈的什么？教务处报告，教务处报告，小市长选举已经正式开跑喽！参选的同学有李凯成、邱茂根、洪小杰。各位同学可以在活动教室看到参选者的证件。宇文杰。老夫嘛，我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哦。优秀的偏啊！不用我骗就知道你选不上小市长啊。看，给五面翻成哦。队长有看到吗？哦，用啊。队长迄些五面翻成哦，很上街哦。有滴哦。爱滴，外包老爱讲，灰的颜色比较浅，就是很上街。上去吧。哎，做嘛给学堂行嘅啊？太阳谷，蒙蒙的哟。对呀，大伯，进来见了见呢。拜托，你系乜嘢啊？唔知做乜嘅啊？唔知呢。你看，乖乖呢。看起来有点会笑。走，就是上次来开说明会的那个人。哥哥，哥哥，谁你了？来，各位乡亲，各了同意书封签名，也会有点钱哦，请大家写询问你哦。老驸马，那是你的事吗？来，各位乡亲，各了同意书封签名，不要存给你，来怎么给啊？询问你按字写哦。来看到。这里要签名啊。
其他条地嘅放乜嘅啊？这些坏蛋找外村的人来签同意书，等环保局拿到同意书，就会通过环评。其他条地嘅偏移，應該同志睇講。然后变成电影瓦力那样，连草都长不出来地球嘛？爸爸，唔真勁同中醫啊！做唔得通過環評，絕對做唔得變做共樣延期，做唔得，做唔得，做唔得！唔落食藥呀，按摩精神。那是假签名，还是送去县政府了？嘿，唔必亚张无精神啊！我还按上马鞍标，给个很黑反应啊！我这辈子第一次想要好好努力争取的事，结果原来唔系亚种人。哪一种你？做拍摄手枪不会给我。你哪有给哦？明明就有。算了。怎么给？给我好食的。哪一种嘛可以给我啊？你竞选小市长也输了，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假日电影院跟唱歌比赛。你的证件太那个了，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谁跟你沦落天涯啦？奶毛线豆谁失踪？这就做配类事情啊！哇塞，记者哎！嗨，你们是来拍什么的？现在候鸟季已经来了，我们来找一些候鸟的素材，我帮你拿。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就是那个红小姐啊，她拍了很多候鸟。陈宝弟，你看人家乱讲我什么？没有，他刚刚跟我说你很厉害哦，拍了好多候鸟的照片哎。等一下，我可以采访你吗？不行吧？行，为什么会不行呢？哎，你看这个小鸟，跟你拍的有一样吗？各位观众，大家好，你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在水鸟湿地今年入秋以来第一批来台的黑面琵鹭。等一下，你们有什么话想说？你们现在在这里拍的候鸟专题，明年可能就没有了。没有了？他说是真的。有想嘅想法嘛？冲冇呢？都6年咧，佢警察姐姐會唔會咧採訪我？不會啦，他親口答應過我們啊。这一带的余温都要被征收了。一旦盖了工厂之后，这些候鸟季什么都没有了。请你们一定要帮这些候鸟的忙。这是我们上 TV 在水鸟湿地所得到的独家报道，后续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日嘅案例鄭醫生牽涉到近年來受到高度關注嘅環境生態議題，經過建議，行政院環保署會留開發案推展重審。好多15分啊！沙鐵空整好，做生意結果啦。聽到個細路清淡啦。退回重審，啥意思啊？新闻上面说我们这边是生态乐园，吃饱地，
不能改作为工厂用地。啊，你讲，我成功哎。嘿啦，暴力束缚暴力啦哦。耶！又跌倒了，赢了嘛，赢了嘛。搞掂啊！我就不會啊。但我唔會啊。愛吃到，愛睇，愛聽聽也知道，愛爸嘅沃卡，咪係愛嘅。新聞播出過後，有當到太后教書，那麼嘅團體，來愛一條嘅唔存，都講會支持愛一條。唔過背面嚟講啲，退回重審其實唔係整體事件結束嘅，係整體案咯，簽署重新評估聽聽。還有啊，一擺啊，係你一條媽媽興起出來，實在係因為重體係用數嘅資源，大家要盡量問大家啲。呢度聲音嚟企出嚟，拜託。因為喏，你肯係話咩啊？我到平時。我到平時，3個月平時好誒，一時兩好誒。好啦，好，有章啊，可以踏啊。請問一下，師母的祭要開始了嗎？可以踏啊。你爸爸也會來參加，你怎麼會來問我呢？我爸會參加？真的？你問。教务处报告，教务处报告，本届小市长由5年乙班的李凯成同学担任，欢迎各位同学参与这次的活动。唔知嘅做乜嘅？我想找找看有沒有個東西可以送給兩位一下。陳小姐，先生啊，喺度諗唔講呢個好消息嘅，雖然一擺冇見到啊，唔過啊。學校係會用廿證件咯，真嘅啊！學校證件會成啲老夫馮孝傑嘅乜嘅環境情結吹哦。係啊，還有哦，有哪愛紅證件、愛護通車物，你懂好哦。環境情結，老愛護通車物。係啊。環境情結吹會先到來嗎？知道環境清潔好重要咩？環境清潔係一重要啦。梗係做錯嘅呀！跟住哦，刺激嘅環境清潔吹就加本阿弟姑，帶點睇下中。嚇？加油！我整體出去買環境送本哈，清潔吹走。謝謝你們，來，講參觀一下嘿，謝謝。哦，這300魚罐頭嘿，哦，這阮來講飼300魚過後面的嘿，啊，做個罐頭嘿，講參考一下嘿，謝謝。還有介意嘛？這恁家的300啦，7個300打了啦。係，也俾個支持你啊，也來參加一份哈，謝謝。因為唔服啦，包裝唔會查哈。老參與。唔係，仲
我说，一擺我喺坐車嗬，你又請喺度踩天一度，一類啊你，嚇睇緊二個上天。唔會啦，迄你都唔聽數啦。係唔會睇緊你。食飯嘛，食飯冇同翻你啊。誒，食飯嘛。愛食個食飯嘛，嗬，起價免錢哈。看到了呀哈！哇，好酷哦，环岛吗？哎，小编好！哇，你们现在在办什么活动啊？好热闹哦！哦，我们在办虱目鱼美食季。公司哦。守护湿地，这个我知道哎。那小陈淼，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哦，我知道啊，我爸爸告诉我。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环岛吗？老弟，你是认真的吗？当然是啊，让更多人知道守护湿地可以救台湾，我一定要去。你才小学5年级哦。真的小学5年级没有什么关系吧？1个月之前你还副无聊要死的样子，现在居然为了守护湿地而去环岛。哎，拜托，人总是有不堪回首的过去嘛。哼。哎，我可以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虱目鱼哦。真的吗？好，走。你都这个鱼的哈，那虱目鱼界 model 啦。这就是爸爸的奖杯。会了，好了，放着，不要这样子啦。大家好，今日我为大家朗读嘅係陳寶莉老馮曉傑鄉下寫嘅文章《人嘅家鄉》。人嘅家鄉，通下到調嘅地方地度唱歌嘅，看得到長長嘅田，土地地度有魔法，種會出又甜又醬嘅青菜果子。風地度披得到海嘅面絲，看得到田。老海嘅片色，也係有海、風、日頭花，還有好條勇敢出來嘅風景。我爸是老愛講，人泰嘅蔬菜會變做人嘅一部分，也表示人嘅迄地度有海、有風、有日頭花，還有好條。也係人嘅家鄉，也係人愛屬過嘅蔬菜。土地唔係科技，土地咩唔係財富，土地係生命。愛做，愛做，風調水面，愛做，愛做，海向風國面橋起，愛做，愛做，眼線必定。愛做，愛做。